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美好的时刻，我们就像玛利亚一样来到主的跟前，要领受那上好的福分，是世人不能夺去。恳求圣灵就开通我们的耳朵，赐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领受从主而来宝贵的信息，喂养我们干渴饥饿的灵魂，保守帮助，使我们在你的恩典真理上能有长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曾经讲过，人宝贵的通常呢是上帝看为可憎恶的，也就是说世俗的价值观刚好跟属天的上帝国的价值观往往都是相反的。世人所追求的，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基督徒，跟上帝所要赐的刚好相反。世人认为好的，上帝却看为坏的。摩西这段故事的背景是摩西曾经对法老说过，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走3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那么在过了红海以后，在旷野走了3天，结果呢，他们没有祭祀，没有敬拜上帝，却在这里埋怨上帝，因为这里的水不能喝，是苦的，人不吃可以撑50、60、100天了，但是不喝水的话，医学研究说大概3到7天了世界纪录是有一个人18天不喝水还活着。当然我们可以体会以色列人3天在旷野里找不着水的那一种焦虑、担忧、害怕。那似乎这个时候如果他们发一点怨言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如果用在平常人的身上可以，但是用在以色列民的身上不成立。为什么？3天前他们过了红海，200万的这个敬拜赞美团在旷野高声赞美称颂上帝，他们经历上帝的大能拯救神迹。所以呢，比起出埃及，比起过红海的这个显明的神迹和大能，老实讲没水喝是小 case 算什么危险苦难？结果他们埋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没有人不喜爱甘甜的人生没有人喜爱痛苦的人生所以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都想把它这个转变为甘甜。那这也是很正常，而且是积极正面的想法和追求。但问题就在哪里呢？我们喜爱的甜，很有可能是害死人的毒好像那个包着糖衣的毒药一样。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要来探讨，到底我们的生命该如何转苦为甜。所以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从真理来认识什么是苦，什么是甜。以赛亚书5章那里有讲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如果我们不懂得分辨，不晓得分辨，那我们就像这个经文说的有祸了。所以但愿透过这一段的圣经故事，让我们能蒙福。我们一起来思考关于神如何的使生命转苦为甜的属灵的教训。我们要来认识到底是什么才是上帝眼中的苦，什么才是真正的甜，以及如何转变为甘甜。真正的苦是什么？我们看见马拉的水像咸的海水一样我喝过海水哇，那真的是好难受的。我可能要喝10倍以上的矿泉水来稀释那个苦。然而马拉的水还不是真正我们生命中的苦。就算在埃及做奴隶400年，那还不是真正的苦。许多时候我们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苦
苦是相对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是呢，时间久了，你慢慢的就会习惯，也会适应的。我回想在瘟疫以前在这个瘟疫以前，我们每周都要吃大餐的，我们要跟朋友聚会的，我们有很多精彩的节目活动的，我们要旅游，我们要出国。但是当瘟疫来了这3年，哇，都关在家里面，一开始很痛苦，渐渐的呢，也就怎样适应了，习惯了。我在瘟疫这3年学会一件事情，就是简单的生活。所以有时候苦也是相对的，它是能适应的。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开始我们会这样想：如果上帝直接带他们到这个沙漠的绿洲以琳，不就皆大欢喜嘛？对不对？就不会有这个埋怨的事发生嘛？因为那里有12股的水泉，够大家喝的。这跟我们世人的想法是一样的。通常我们以为说，如果改变了环境，我就可以转苦为甜。但事实呢？请问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环境好吗？非常不好。那请问他们离开了，换一个新的环境，他们的生命就可以转苦为甜了吗？好像也没有你以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以为我只要赚了大钱，我生命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没有想到赚一点点钱，生命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就俗话常讲，男人有什么就变坏有钱就变坏没钱的时候还安分守己一点那对今天的人来讲我们都以为大都市的环境更好或者是换一个工作会更好，换一个学校会更好，换一个联考的制度会更好。其实问题都不是什么，不是环境的好，你的生命就好；环境恶劣，你的生命就苦毒，不一定。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以后，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色列民，他们跟上帝建立了关系。从这个大前提、这个大帽子底下来看，他们的苦跟世人的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苦不是因为环境，虽然环境会影响人的生活，但是他们真正的苦的原因是什么？是悖逆上帝。其实马拉这个字的意思是苦不是只是说那个水苦，而是内在生命的苦。因为以色列人在这里埋怨上帝，是他们里面的那个苦毒使他们埋怨上帝，所以马拉后来就有了叛逆的意思。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觉得苦，因为没有自由，被剥削，被逼迫做奴隶，做苦工。等到他们获得自由了，到了旷野，还是一样觉得苦，还是埋怨。其实从苏乃这个地方，就是埃及到巴勒斯坦之间这个沙漠，其实沙漠没有水是正常的嘛，但是他们却这样因此埋怨。好像以前他们到了红海，又埋怨，出了埃及啦，埃及法老王放他们走，到了红海，他们又埋怨，因为后面有追兵。等到上帝分开红海的水，安全的走干地度过的时候，因为没有水又埋怨，有水喝了，现在呢没有食物又埋怨，有了玛纳还是埋怨这个淡薄无味，要吃肉。等到有肉，鹌鹑肉给他们吃到从鼻孔喷出来，他们还是埋怨，不停的发怨言。所以这个怨这个字，就说明了以色列人生命里的那个苦，那个才是根本的缘由，不是环境。因为他们怨上帝的这个内在的生命，不是因为环境。我们从来不会为了呼吸免费的新鲜空气感谢上帝所以一旦空气差一点，我们就埋怨。
但是在瘟疫肺炎的时期，我看过那些经过重症的，那个连吸一口气都要用尽全力的，用钱买氧气的这些人，他们病愈了以后，学会大大的感恩上帝。许多时候比我们环境差100倍的人，却存信心赞美上帝。好像澳洲那个没手没脚的尼克，他比谁都更有资格埋怨，但是却比所有好手好脚的我们更感恩上帝。以色列民没有因为获得自由而感恩，却只看见水苦而埋怨。所以弟兄姊妹，对不认识上帝的人来讲，环境是他们受苦的原因，所以许多人想要逃离家庭，逃离环境。但是对基督徒来讲，真正的苦不是环境，真正的苦是我们不信靠上帝，不顺服上帝，埋怨上帝，背逆上帝。他们忘记了上帝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手，要让他们在旷野侍奉了。他们没有想到要侍奉神，走了3天的路，结果是在埋怨，这成了他们的网罗，生命里真正的苦。后来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民族为什么遭受惩罚，甚至灭亡，做亚述人，做巴比伦人，做波斯人，做希腊人，做罗马人的奴隶，又回到埃及，他们的祖宗在埃及做奴隶一样。不是因为仇敌太强大，因为埃及根本不是上帝的对手，罗马帝国也不是，其他的更不用讲。那原因他们怎么又回去做奴隶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背逆上帝，不愿意侍奉上帝，不愿意守上帝的诫命。简单的说，他们只体贴自己的肉体。我对旷野的以色列民只有8个字：他们爱的，他们要的，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在埃及，他们不要侍奉法老王，很苦；但是在旷野，他们也不要侍奉上帝。而每次以色列人一受苦，他们就撕裂衣服，问上帝：你为什么不拯救我们？你为什么不转苦为甜？但上帝总是差先知来反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撕裂你们的心肠？为什么你们还不悔改？所以问题不是上帝没有能力不拯救，问题是在人自己的悖逆，不肯悔改。所以比起马拉的水，埋怨悖逆上帝的心，那才是真正的苦。瘟疫的时候，我记得每个礼拜教会一直祷告，上帝啊，改变环境啊，止息瘟疫啊。但是上帝却一直在等我们认罪悔改，归向上帝。但愿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感受到，真正的苦不是环境，不是瘟疫，不是挫折，不是苦难，而是我们背逆上帝的心。第二个方面，我们看真正的甜。迷信的人往往相信一命二运三风水啊。所谓风水，就是指这个环境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各式各样的制度，包括政治的制度啊。那么从环境来看，那以琳是好地方，是贵宝地啊。而从世人的眼光看，马拉那个地方那个是苦啊。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为什么上帝不直接把百姓领到以琳呢？因为马拉的水苦嘛，以琳是有12股水泉，很好。但是你注意看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哪里的水才是甜的？哪里的水才是甜？不是以琳，而是马拉的水，经过上帝指示的一棵树，丢进水里，就变甜了。所以真正的甜，就是经过上帝的指示、引导、上帝作为的
这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甜。换一句话讲，真正的甘甜是通过上帝所赐的苦而有的。我很喜欢吃苦瓜我的孩子国外回来的一看到苦瓜一口不吃为什么？因为他吃不出来苦瓜的苦后面的那个回甘我们以为真正的平安甜蜜的爱情、美满的家庭、幸福的人生，就是没有灾难、没有痛苦、没有撒旦魔鬼的试探的环境。好像什么伊甸园但是奇怪了，为什么上帝要让蛇到伊甸园？我们以为上帝的救恩就是救我们上天堂享乐，我们以为上帝的应许就是使我们心想事成，只要求就必得着。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就是救恩的全部了，就是全备的福音了。没有，那只是开始而已。所以我们极力的追求祷告，不叫我们遇见任何的苦难凶恶。我们求上帝将丰盛的物质赐给我们，将美好的今生赐给我们。你知道，如果今生今世是你所能够活的最美好的生命的阶段，那表示等着你的就是地狱的痛苦了，是不是并且很多时候我们认定只有这样的生活，这个才是我们得救的印证，才是信心的表现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我们都没有得救了，我们还没有得救。很多人问我，林牧师为什么这个撒旦，神要允许撒旦到伊甸园里面试探我说，如果没有撒旦的试探，我们都是撒旦魔鬼。我不知道你听懂这个意思吗？如果没有受撒旦的试探，没有神的试验，没有受苦，我们就没有得救，就进不了上帝的国。所以保罗说过一句话，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然后他又讲，使徒行传又讲，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刚刚带领我们唱诗的姐妹说，走这个窄路，进这个窄门，天国是努力进，不容易的。你跟随主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是不容易的，但是有主的恩典。你知道，连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都要受撒旦的试探。谁叫他去受撒旦的试探呢？谁呢？是圣灵圣灵催逼他，好像耶稣在前面走，圣灵用手指头在他的后背戳他，走，向前走，到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所以当我们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个意思不是没有试探，不要试探，因为连上帝的儿子耶稣都要受试探。因为如果没有试探，就没有下一句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意思是什么？不是说都不要遇见，都没有试探，而是你受试探不跌倒，不会离开上帝。那回到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上帝并没有绕过马拉，他用云柱火柱引领他们到马拉，而不是直接绕过马拉到以琳。因为马拉是必须经过的，因为上帝要在这里试验他们的信心，使他们透过马拉的苦，可以脱离世人想要的那一种甜，那一种好像小孩子只爱吃糖的那一种幼稚的生命，为了使他们可以进到更完全的地步，可以长大成人，可以遵行上帝旨意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上帝的智慧奇妙的安排。
用心良苦的安排。为什么？因为他要改变以色列民那一种贪爱世界、那个体贴肉体的心、体贴肉体的生命。他要改变以色列人世俗的头脑的思维，他要给以色列民真正有益生命的甜，必须通过苦难的试炼。只有上帝的试炼能够炼尽生命的渣滓，使你的生命逐渐脱离罪恶，成为圣洁的甘甜，能够达到荣耀上帝的目的。许多人不喜欢被炼尽。上帝为什么要炼？上帝，你拯救我，就让我好好的过日子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炼尽，让我受苦？因为你是重价赎回的，宝贵无比的。金子要炼7遍才能炼尽，每一次炼都不容易，工匠都要费很大的心力。可是你有没有看过有工匠去炼破铜烂铁的？啊？有没有工匠去炼破铜烂铁，炼7遍？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价值。亲爱的弟兄姊妹，彼得讲一句话：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恶断绝。当我们以自我中心的生命背逆上帝的那个本性，透过苦难的试炼炼尽除去以后，这个时候我们里面改变了，我们才能够尝到什么是属灵生命里真正的甜。以色列人经历几百年极大的苦难试炼，终于尝到离弃偶像归向独一真神那个甘甜。40年苦练试炼的旷野的生活，以色列人尝到神话语的甘甜，不是肉，不是鹌鹑肉。他们学会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的生命没有神相当程度的磨练，你读圣经读不出味道的。你那时候你会感受到，哇，神的话如蜜一样甘甜，使人眼目光明，苏醒人的心，人的灵魂。最后我们看见，怎么样转苦为甜呢？我们常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但是没有人想把自己画的愁眉苦脸悲惨无比。为什么？因为受苦是违背我们罪人本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强调上帝爱你，不要你受一丁点苦，让你在世长寿、享福气、丰盛的物质的这一种的讲道，如此受人欢迎的原因。相反的，如果讲受苦才得甘甜我告诉你，大部分的人不爱听。即使我们明知道转苦为甜，要先受神量给我们的苦，但是我们一听到受苦就听不进去。这好比吸毒的人，他自己都知道吸毒不好，但是被毒品控制的生命，他没有力量改变。像保罗说的，我知道要行善，但是我做不出来，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力量。这是我们属灵的通病，除非上帝介入，大能的医治，好比使这个原本苦的水变为甜，好像我们人的本性可以转变，那只有上帝的大能才能，福音的大能，如此你才能听进上帝的真道，你才会感受到甜的，上帝的话语是甘甜的，即使是忠言逆耳。那上帝做了什么事呢？将一棵树丢到水里。我们不需要研究这棵树是到底什么做的哪一种树产生什么化学变化让水变甜这个问题你没有办法在实验室里找到答案。
我们只有在圣经里来寻找答案。曾经以利沙用盐治好恶水，但是圣经里只有提到树和医治连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启示录22章第2节讲到那个树上的叶子医治万民。而这个生命树最早出现在哪里？伊甸园。我们今天唱的圣诗以马内利它原来是预备给通过不可吃分别善恶树果子这个试验的亚当吃的。但是亚当不顺服但我要问你请问亚当最后有没有吃到生命树的果子？或者我这样问，吃生命树的果子会得到什么？会得到什么？医治、永生，对不对？那我问你，你有没有永生啊？有没有？有没有？有，感谢上帝那请问我们得到永生是透过什么？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吗？没有，我们是透过那个被挂在木头上的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的罪受咒诅，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可以跟上帝恢复美好的关系。然后耶稣不但为我们死，第3天他从死里复活了，圣灵就把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新生命、复活的生命、永生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这叫圣灵重生我们。所以上帝如何转苦为甜呢？他首先要改变的就是我们原本救人的在亚当里的老旧的生命，然后把耶稣基督这个死里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的新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也就是借着耶稣所成就的救恩，改变我们生命本质的这个福音。这福音的恩典不单是说罪得赦而已，更是叫我们重生得新生命，而这个新生命跟上帝的性情有份的。这个新生命叫我们灵里活过来了，与主一同复活，叫我们的本性完全更新改变了。那个苦毒、那个嫉妒、那个只会埋怨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改变了。改变了以后，对上帝所量给我们的苦，吃苦当吃补，因为知道上帝这么做有他的美意，为了使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救恩。这个就如同苦变甜，这个本质改变的神迹这是最大的神迹所以感谢上帝的恩典，蒙恩的我们就不再追求世人所喜爱的那一种甜甘甜的人生，而是懂得通过上帝给的苦，尝到什么是真正的甜。我常常说，基督徒最大的喜乐是什么？有人说上天堂，对，上天堂。但现在呢？你最大的喜乐是什么？你说我可以认识耶稣，我可以到上帝的面前，都对。但是有一样最大的喜乐，就是当我得胜罪恶的时候，你有没有因为得胜自己的软弱、失败、罪恶，而不是像世人那样所追求的那一种成功人生胜利主？世人会因那个而喜乐，但是基督徒最大的喜乐不是那个，那是世人所追求的甜。基督徒追求的甜，是经过挣扎、痛苦、征战、挫折、失败、软弱，再跌倒，然后靠上帝的恩典再起来得胜。你自己罪恶的那个喜乐，那个是真正的甜。所以如果没有主的恩典，就不能医治我们悖逆的本性、背道的疾病、贪爱世界的心。如果没有基督和他的福音，就是把我们带到以琳，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在天堂里
我们依旧是苦的，我们照样悖逆埋怨上帝，因为那不服上帝的心永远在我们里面蠢蠢欲动，蓄势待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有什么痛苦使你发出怨言？是你的经济压力，是你的婚姻不美满，是你的疾病、你的灾难是你的人际冲突，还是你以为环境改善了，我们有好的政府，有好的政策，有好的医疗，这一切就会转苦为甜吗？不，只有你认识基督的救恩，你明白真正的苦和真正的甜，然后通过顺服上帝，通过上帝量给我们的苦难和试炼，炼尽我们里面的渣滓、污秽、肮脏，使我们里面的生命更新改变，能够活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是转苦为甜。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一出去绝不突然返回。今天我们通过以色列民在旷野的这一段历史，使我们学习到真正对我们生命有益的，真正能使我们从里面改变由苦转变为甜的，乃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乃是上帝那圣洁、公义、良善的旨意。愿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能够领受，帮助我们有属灵的分辨能力，也有属灵的悟性。我们开始懂得追求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甘甜。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